较坏，你会使较坏，你会使较坏。伤活啦，伤活啦！请问元宵节伫咧台湾各地拢有真侪无同的活动，啊，以下倒一种的仪式是伫咧这个时阵咧办的呢？唱歌还是烧王船？是应该炸邯郸嘛？炸邯郸。另外两个敢若是迄中原的时阵。迄中原的。唱歌是中原，烧王船应该嘛是中原站。对。哎呦哎呦。应该是这是炸邯郸是的 A。A 是 A 哈。确定哦，确定哦，好，好，我确定答案是 A。哦。对啊！开始我咯。啊，元宵节咱台湾真侪所在有无共款的一寡活动啦吼。啊，像这个就是啦吼。啊，另外就讲咱这个啊，拄则有讲到迄个咸水有无吼？因遐就是咧放蜂仔炮，嘿，啊那迄个像讲迄个边溪啊，哦，因咧放天灯啦。天灯。哦，啊，但是哦。另外其他的两个吼，像这个宜兰吼，拄则讲是伫咧这个中原的时啦，哦，毋是伫咧元宵啦。啊，另外一个吼，其实伊无伫固定的时间，伊差不多距离个8、9月嘛，无逐年有，吼，烧王船啦，所以伊无固定的一个节日。嘿。